组长、各位前线大弟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早安。学校将着天文书记做书公主，师尊师母两位老大人的大恩大德，咱的前营副前营各位点传书的苦心栽培，各位前线的不弃，互学校有今仔日学习的机会，咱学校在所学浅，那所以等下讲的所在无小心去冒犯着，望大家会用好来甲学校来指正。咱学校首先来大家讲一下，咱今日的题目是啥物？道学生活美学，有看到吼？有。好，这个道呢，足好，大家拢求道对无？在座还未求道的无？无吼，咱今仔日拢是道亲。咱道呢要甲化伫个生活中，要互咱的道会互咱的生活会变做会水。这就爱有一寡智慧，甲一寡那个撇步，咱学校今仔日就是要来甲大家分享。台语小可袂练转，所以等下去监着国语的时阵请大家多多包涵好，咱来首先呢，学校甲大家分享一个故事。这个故事呢，就是唐朝禅宗小宗有一个故事叫做骑牛回家，就是骑牛要倒去厝。这个故事就是发生伫个大安上师，伊去访问去拜访伊一个师傅叫做百丈禅师，伊就去甲伊请教要请教啥呢？伊就甲百丈禅师请教讲咱人要找佛，请问佛是伫咧啥物所在？大家拢求道所以咱知影咱的道咧啥物所在无？咱会去找点传书，甲前线问讲我求道我道咧在，我毋知影咧在，就人安尼疑问无？这个时阵百丈就甲大安讲你敢若骑一只牛，搁咧找牛啦。这个意思是啥？都伫咧咱的身躯顶你为什么搁咧去找咧？伫咱家己的身躯。这个时阵大安就讲伊就了解伊家己就是佛啦。毋过伊找到佛过来搁爱注意啥物？咱会安尼想爱注意啥物？然后迄个大安上师就讲，你若找到即只牛，你就爱甲即只牛骑转去无你要活伫个路里跑走吗？对吧？好，所以呢，伊就搁甲伊问即路上咱要爱安怎小心注意，互会用安怎个人平安转去到厝咧？伊就甲伊讲那亲像迄牵牛的小牧童伊就爱抓一支棍甲即只牛顾好，毋好互伊去食咱的杂咱制作的农作物。在座的前线大弟细汉敢捌赶过牛？有人点头诶，学校细汉嘛捌赶过牛迄牛敢好赶？会怕呢。人拢摇头伊其实牛无足好赶，你迄棍无甲讲好，伊会学袂走伊看到路，伊会先去走大家敢有经验？车的所在对，伊就是去看人去车出咧，伊就去遐去伊要安怎？食草嘛，所以你去困爱甲讲好无？无伊就袂行咧路上，无法度甲你转去安尼爱注意无？咱修道的人，咱道伫咧咱身躯，咱袂去外口的安怎五光十色，会甲引诱去无？会安怎才袂晓互伊引诱去？毋好所以咱这支棍爱甲咱家己嘛爱安怎顾好，对无？对所以咧，即只牛你看，伊拢摇袂振动就是徛迄支棍啦。迄支棍伫咱的来讲，就是咱的戒定慧，咱爱修咱的戒。咱的戒是啥物？足简单的，咱求道的时阵有一个7条但愿，对无？搁佛堂有15条玫瑰。这若做会到，伊就有法度甲咱的啥物？咱的本性调好调，袂互安怎看到什么就要安怎追求时尚追求流行，就跟人去，就安怎偏失这条路。
摕咧桌顶瞓，倒大家夹白，敢是安尼？毋是吼，咱倒伫咱身躯，咱来甲即个刀画在咱的心上。修道的人上水是水伫咧啥物所在？咱来继续来讲，咱刀到底是啥物呢？钱。咱有一个，咱有读过经典吼，清净经吼，老君就甲咱讲啊，太上老君甲咱讲哦，大道无形，生入天地，伊嘛足无钱的，伊运行日月，伊佫无啥物名，伊可是用中庸万物。咱来想一下哦，伊咧运转的时阵，今仔日即摆是好天气对无？日头足大个，你甲伊讲足热啊，你日头较细了了，莫安尼晒到真正拢烧烫烫，伊敢有可能？无可能。可是咧，伊敢会互咱家己安尼，互咱家己拜托伊着答应咧吼。伊会讲吼，咱即摆一时仔较长诶，一时仔较短诶，吼，咱会拢加做工加趁一寡钱，伊敢会听你？嘛袂啊，伊个时间到，伊就是安那日出日落，白天黑夜，过来咧，春夏秋冬，对无？伊拢袂互咱会拢安那，咱会拢家拍上，甲商量讲，哎呀，你莫来，你春天足好诶，热天足热，热天毋好来，寒天足寒诶，你嘛莫来。即大道诶运行就是安那，一直咧循环，伊袂互安那，袂互咱会拢左右诶。毋过伊嘛是足公平诶哦。你好业，你送，你住伫咧咱即马是亚洲对无？美洲咧，非洲咧，嘛是会有安那，伊嘛是有白天，嘛是有黑夜，伊嘛是一年365天，伊甲咱有共款无？有，伊嘛毋是讲美国人就无白天就无黑夜，拢共款。所以呢，大道的运行真正就是安那，伊就照着宇宙的运行咧循环。咱在大地咧，即个土地上简单的来看，伊你种啥物，伊一定互你回报你啥物。你敢爱种牛仔会生做菜花吗？袂吧，你种tom仔豆嘛袂变做啥物，嘛袂变做苹果啊，一定拢无共的啊。所以你有心你栽种啥物，即个大地一定就是安那回馈你啥物。所以咧，伊中央万物的时阵，就是看你种啥物。你看哦，迄山川、河川，伊咧运行、咧运作，敢是换人有法度？大自然敢是人，咱你有法度打胜它吗？不一定吼。你看咱即摆的天灾，风台来的时阵，你看伊研究，咱的科学家已经研究遮久啊。到目前为止，风台咧转，敢有可能出现2只手甲即个风台甲扫走？无人发明吼，对啊，所以咱就知影讲，咱人无法度胜过大自然，大自然就是咱宇宙运行的法则，吼，安尼好，所以咱搁来看哦，道就是路，咱人生有足侪路互咱行，咱行的是啥物路？大声的啦，咱今仔日拢来一班三角的连者拢无去佚佗，咱来入这个班，就是做有智慧的人，就是安那修道人，行的修道路。咱来甲咱家己拍拖啊，大家知影无？伊肯定家己今仔来参这个班，真正就是咱要做啥物？咱咧修道的路上，吼来参与。好，咱的路是安那？要互咱转去台，知影咱临时的厝咧台无？阮兜伫咧台人，毋过我临时的厝甲大家拢共款。咱伫咧李天有一个家叫做啥物？无叫李天。会知影咱附近李天有一个厝咧，咱临时要转去的所在。即条路就是要转去即个所在，无咱人生做者啥物？做者路是安那分叉。逐个有讲着，迄只牛你要安怎甲顾好，袂用行着。国语叫旁门左道，搁啥物？歹路，人讲迄歹路毋好行，有无？歹路是啥物？无道的路，无道吼。
歹路，歹路的结果是安怎？会造业，造业会安怎？就搁对着轮回，所以咱就爱礼世伫遐轮回，所以咱即世咱是安怎？要管咱的业，要治咱的轮回，所以咱今仔日来遮修道，搁啥呢？你祖甲咱讲咯，行遍天下路，唯有修行无故人。所以呢，咱即条路就是上正确的，好，搁过来道是啥物？就是心，足简单来讲，咱来讲道，甲拄仔有讲啊，迄个道无形，你了看有着？无吧？我嘛看无，阮咱会用感受着无？会用感受着。所以呢，咱从简单来讲，就是咱嘛要那个啥物良心分析。你有良心无？大家会讲你摸一下家己的耳坎你的良心在倒？老师名书一记的时阵，甲咱记咧哪？家己知好，迄个师大就是咱的行官桥，三宝第一宝，唔好袂记哩哦。咱人生的出口就是咧遐，咱以后来讲100岁以后去讲99九阳关，爱印证的咯，考无过是安怎？你伫咧门口口，你是无法度进去的所以千万爱会记哩。会记哩是安怎？要死的时阵，要讲死个该你记吗？毋是哦，你平常时就爱知影，咱是咧咱出口伫咧等这个问题就爱家己爱安怎？你家己做三宝修持的时阵，就爱用了习惯，你才会变做安怎？自然的行为啦。所以毋好到时要用的时阵袂记哩这个良心分析呢，中央有甲咱讲哦，道也者，不可虚于离也，可离开道也。足文绉绉的甲咱讲道袂用离开咱嘛袂用离开道。上简单呢，咱即摆也办一道菜，山珍海味啥物拢有几啊万块，搁以后欠一味，你会感觉足歹食？啥物味？盐巴，好厉害。盐巴。盐对，盐有贵无？无。足俗的咱若去比较即道安尼起来，迄盐足俗的。搁伊即味有重要无？你即道菜拢总无盐。安尼想看，安尼敢会是山珍海味？即道菜只要有一珠仔盐，就是安怎？人间味。人间美味这台语要咱讲人间美味。所以呢，这个道伫咱生活中足简单的，搁有从是护理师，我有护理师爱有道无？爱足简单的，护理师爱甲照顾病人。我今仔日这个病人血糖的药是早拢爱食，我也起病单。暗时仔莫互病人食，叫我笑伫咧心肝内做即种就是违反道的代志，结果会安怎？这个病人就会血糖变去足悬咯就会发生啥物？血糖伤悬会安怎？咱会知影讲血糖伤低会手会流冷汗，敢知影血糖伤悬会安怎？血糖伤悬，咱的代谢的关系，咱身躯的酮体会中毒，伫咧咱脑会变做混迷不清。血糖我看过，学校看过800几、900几的，足恐怖。即种人爱去带台，你敢知？加护病房伊的住的电梯就爱加咱的胰岛素，就照咧住，搁爱一直咧验血糖。因为你嘛袂好降伤紧即摆这是甲大家讲伫咧学校的工课内底是安尼，你也今仔日是做食品的咱若做食品的咧卖食物的，会用乌白加物件无？所以你看这道有重要。乌白加会加做啥物？即摆有人去加做一个防腐剂的有无？莫讲加防腐剂啦，捌听过新闻有讲，迄食物都拢已经过期啊，过期，伊搁甲迄标签甲掠掉，搁甲
就是爱有道德无。所以啊，我有讲着啊，这个商业的行为，伊也有道，伊展现出来伊的商业就会安那，咱就会名声就好，吼，咱就会讲哦，你足有道的，嘿。啊，所以呢，六祖甲咱讲吼，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觉。离世无菩提，他如求土界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你看我头后甲大家讲，道就是咱的生活中，咱大家求道的人做济，修道的人，少一段对无吼？信道的咧，无足济哦，敢若土啊共安尼二支尔，还是安那，还是迄信道的有共你看，你若讲要伫个人世间，你若讲要找到啥物？找到真正的迄个菩提，你是毋是土仔哪有生角？无啦，土仔无角啦，牛有角啦，嘿啊，所以嘿，某时阵对吼，土仔无角，所以咱若要世间呢，你若离开世间修行，要甲修到会成。咱以前咱知影，咱阿人期的时阵，拢是安那出家做和尚的，伫咧青山，伫咧那个佛，迄叫做啥？佛寺拢伫咧那个深山啊，或是在偏僻的乡间。迄个修的时阵有好修无？伊会离家嘛吼，离开因厝。即摆人咧出家做修行的，就是离家嘛，一个人，就两间啊，点。毋过呢，咱即摆的人拢伫咧搭。咱拢伫咧厝带法修行，对无？咱伫在家修有较辛苦无？其实较辛苦，为虾米呢？咱即摆是五浊恶世吼，即摆咱的声色，咱来想看觅，即摆饮酒有足济无？在座大家手内，今仔日有无早手机仔人举手？无早的哦，连同学拢有早吼，手机仔有无离开身躯的对无？嘿，安怎讲问者？你下班哦，你上班下班，你手机仔搁掠伫咧身躯的，应该有吼。在座有牵到有困到吼，困到爱煮饭煮菜，伊敢有可能甲手机仔搁掠咧煮？袂嘛会囥落来吼。牵到敢有可能转去厝做厝的代志的时阵，手机仔甲囥咧？我毋是咧比较，我只是咧甲大家讲吼，这个3C 产品吼，爱适度的给它怎样放下，无咱来想看觅，咱是要把咱这支手机啊绑架。对吼，我感觉我有点被他绑架。后学的感想是安那，咱手机啊拢有一个叫做赖群组，大家有群组吼，你有绑条的无？互较甲你分享一下，互较嘛足侪群组。哦，遐个公司有几啊百，有差不多20个群组，互你无一个群组，行政的管理搁一个群组。你若把迄群组伫在信中，心拢会点，拢会出物件出来吼。互人来关做静音，我感觉吼，安尼我就互伊绑架。所以我伫咧下班时间，除非我有值班，无来互交通袂爱去甲点。等上班甲去点，为虾米？你若点伊就处理袂完的代志吼，拢一直点吼。所以呢是大家分享吼，咱伫咧厝食饭的时阵，有搁咧看手机啊？有人摇头吼。其实伫咧家庭内底，咧食饭的时阵是大家安那培养感情的时阵，千万爱甲手机啊，迄啥先囥的啦，嘿，大家夫妻子女要相聚在一起，无简单哦。因为即摆工商社会，大家下班时间无一定共款，所以啊，大家相聚的时阵哦，千万这支手机啊，毋好甲恁的家买搁甲伊绑架吼。好，过来咧，咱生活要水，要安怎会水？道上水有道上水，道法伫咧咱的身躯。以心是道，你若看恁这人做水的，做气质的，你真正是修道人，看人就知。你大家真下到安尼甲你学乐过，你做慈眉善目的，敢若活菩萨。有的人修养甲，咱来看觅咱的前人就好啊。咱看咱前人，伊看互咱看到拢安那，
管理护理师敢知影，做侪即摆下一代困袂去呢，困袂去安那？困袂去就食安眠药啊，困袂去食安眠药啊，佫有人佫有啥物诶？想袂开诶，忧郁症诶，忧郁症诶要安怎？食药啊敢有效？食药啊无法度治，伊敢法度治标，无法度治本，所以伊一定爱找出伊生活诶重心啦，所以咱生活要水，就爱有道，甲生活才有法度变做水。所以咧，咱来看哦，庄子甲咱大家讲，天地有大美而不言，天地上水，伊有甲你讲伊做水无？伊袂讲嘛吼，因为天不言地不语啊，拢是爱咱人去讲的。所以咱这个人来看咱即马外口的窗仔门，迄树仔青亮亮，有水。今仔日你心情无好咧，伊敢会水起来？无一定吼，看心情的对无？所以咧，咱若即个心会水，咱看到任何的景物拢会水。无问在座的林青霞，佫学水吼，迄个林志玲咧，嘛水吼，两拢说林的拢水，你家己你感觉你水无？家己肯定家己哦，咱嘛水啊，因为咱有道啊，咱嘛水，所以家己的水爱展现出来，这个水人间的美景伫咧甲。咱看一篇新闻有报，迄出车祸，迄人倒咧路边，倒有做有善心人士举一支雨伞，互伊莫拍甲安那，拍甲烧去吼，会中本来就受伤，佫中暑，这是毋是人间美景？有水无？所以咱人间水的，毋是干那安那风景尔，咱人展现出来嘛是拢做人间的美景。从学校伫咧病院看迄位的后生吼，照顾爸爸妈妈做友好的，后来文字拢爱传抱的，轮椅上的，嘛即摆嘛有足侪人是安那，互啥物人送来看病院？哇，大家拢听无吼。到把外劳来的时阵吼，遐人拢听无，为虾米？第一个原因我都听无，伊就甲我讲老板，老板怎样的吼，听拢无吼。所以后学大概啦，咧门诊间咧问的时阵吼，后学人看到迄外劳送来的都很烦恼，因为你问不出所以然。佫咧，互佫我拄过吼，阮互你指甲收入来哦，外劳的看护比后生较厉害哦。阿嬷食啥物药啊，伊拢知影哦。迄药啊会一包，阿嬷吃这个，然后安那个问儿子，我毋知啦，你问外劳就好。足济吼，所以咧，咱来看哦，世界上水无水，咱伫咧生活中吼，足济所在会拢展现出来。所以你若即个心有水，你看到任何代志拢会水。咱要追求的是啥？嘛是要追求你生活会变水啊！所以咱来看卖啊。请问在座的各位，咱为什么要修道？会想者哦，当初时咱求道的时阵，你的出发心是为什么？我的因师甲我讲过，道足好的哦，分享互你，你就来啊。要来啊，咱伫咧道场，你有想过讲，我即摆修道为的是什么？求财富、智慧，还是要求超生了事？家己想者吼，家己想咯，因为这是咱家己的啥？家己的目标啊，所以呢，六祖甲咱讲哦，伊当初是，伊听到金光机开悟的时阵，伊去甲五祖讲，伊讲要求啥？伊要做佛，伊无要求别项。咱在座有家己要求咱家己，咱已经觉醒啊，咱家己有佛性，咱要甲咱的佛，咱的自身的自性佛展现出来。这是为咱家己身躯展现出来，互后来分享一个，互伫咧，大家拢捌着过 COVID-19 吗？新冠，有人无着过无？有吼，足厉害，互有着过2遍吼。
两遍其实算少的吼，互学知影有人着过50遍以上的吼。啊，互学毋是要问大家有对毋对啊，互学是要甲大家分享吼。伫咧当初时发生这个 COVID-19 的时阵是109年，甲110年的时阵，大家拢知影吼，啊对的啦，是毋是拢爱伫咧厝隔离，袂拢出来。啊，护理师会足欢喜哦，因为用放假7天吼，哦，足好诶，趁着7天假，讲公假呢，有薪水诶呢。啊，即摆无啊吼，啊，即摆互学是要分享，阮护理之家足侪拢是老人吼，在座诶有80岁诶无？哦，有哦，啊，大家拢足少年吼，互学诶护理之家诶老人拢差不多80岁、90岁，搁107岁。哦，对，伊今年要108岁。哦。这个人吼，啊，着 COVID-19 拢会足严重的，所以呢，伫咧民国111年的时阵，互学记甲足清楚的，伫咧5月10几号，大概10号的时阵，阮的病人，阮的阿老人有一个人着，啊，迄个着以后就安那一直传哦。啊，我有3个护理站吼，就是6楼2个，7楼1个，所以有3个护理站，一直传啦。啊，一个传一个，迄时阵足够传的。啊，迄个互学的长官就甲互学讲，小满啊，你安尼袂使哦，你爱去拜拜。啊，互学就讲拜拜，讲嘿啊，你安尼足无平安，你今仔去拜拜，我就去拜拜。结果拜拜过两工，那个长官就甲我问啊，你有去拜无？啊，有，我有去拜吼拜。结果佫等2工，哦，佫较济人着安尼啊。啊，我的长官佫甲我讲，小满啊，啊你安怎拜的？我讲我着去关心帝君庙拜拜的。讲毋对啦，我无甲你讲我清楚，你敢知你这疫情遮严重，你爱电线拜3更啦。哦，3更，互学真惊的哦，着敬3更，台南啥物无庙足济，对啊吼。啊，迄5里一时3里一暗，迄啥物迄龙武地，咱台南市的庙嘛真正无少哦。互学今嘛是敬3更，伊讲特别请假，我请半工假，因为走3更啊，迄1点钟拜袂完吼，啊走3更请半工假。啊，咱请问下，互学拜完，你感觉有好，有处理好无？大家拢看我摇头，恁拢比我较有智慧。互学迄时阵戆戆咧，真正去拜3更呢，拜完，共款，啊要安怎结束？互学尾也有深深的安那反省，迄个爱除掉感染源嘛吼，啊所以爱上做好的是啥物？看手口罩，爱洗手，啊来看加迄个爱加速，爱安那，爱登记，啊尾啊安那，就解决。所以互学要家己分享的是，互学足袂歹的着无？人讲啥我就对人去，野香对拜着，啊拢无想着讲爱转来甲负责甲老母娘讲一个吼，哎呦互学遭受了这个吼点。所以呢，今年互学嘛佫遇到压力，这次候选的压力，阮的做一个状况的，因为迄个人隐私候选不方便说。啊，这时阵呢，阮护理部的长官佫甲互学讲，小满你着爱去拜拜，我拢讲好，我会去拜拜。啊，互学伫拜拜，互学着去佛堂去甲先佛考试。啊，你感觉有解决无？其实互学要甲伊分享的，毋是解决无解决的问题，是互学家己转念。这个念头转过以后，你就知影讲，世界足侪代志，业力的轮回，毋是咱安那，咱有法度，老师跟师父一定有上好的安排，大家相信无？嘿，但互学佫分享一个，互学这个课是道法师傅啊厉害对无？互学刚刚开始站上来嘛，第1遍徛起来，啊，佫互学这课是今年度的上尾一节课，啊，佫大家迄课表拢是一年前就排好的，上天拢有上好的安排。互学第1节课伫咧花莲，啊，花莲迄节课有人甲互学调课，啊，互学就想讲啊，反正互学无代志好啦，伊就
迄节课的时阵，互遐个第2个查仔囝拄好要大学毕业，有毕业典礼，互他是不是就错开了？我的课已经提前上完了，是不是上好的安排？互他我无感受到咧，是较6月份啊，要问讲你要参加毕业典礼无？互他才知影讲哪会遐拄好？所以呢，这节课是顶个月那个讲师刚后学掉，因为上那个月的讲师要出国吼，所以我感觉互他拢感觉讲上喜拢是上好的安排。今仔日甲咱大家有缘吼，所以呢，都刚才有讲过，都就是咱家己的心上咯，咱家己就是佛啊。所以咱爱先会晓做人，毋好干那讲我就是要做神吼。咱人爱做了圆满，天道就家己的自然就会成吼。好，过来。讲遮济美学，咱即摆轻松者，咱来看信灵的美学是啥物？咱互他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咱先来分享一个叫做孔子，一个叫孟子，因两个美学伫咧啥物所在吼？孔子咧，伊拢讲仁嘛吼，仁者无敌吼，搁啥物？礼仁为美吼，用仁做基础，以善为美。所以咱来看一下孔子的故事。